嗱呢個咧，即係嗰個叫時勢咧吓，係你感受得到嘅，係嘛？譬如話，即係1948年嘅上海吓，49年嘅上海吓，嗰陣時咧，你就算嗰個叫江湖界吓，有呢個叫杜月笙啊、黃金榮啊、青幫啊，同埋洪門啊嘅弟子啊，有呢個四大家族啊，孔祥熙、宋子文啊。呢啲係權傾一時，富甲一方啊，係嘛？仲有咧呢啲咧，上海嘅四大公司百貨公司永安啊、新生啊、大新啊呢啲，仲有啲咧好大間嘅一啲民族嘅工業。呢啲咧，你到1948年睇到係清末至到20世紀中咧，係一啲中國嘅商貿嘅精英，人才匯萃。係超過半世紀咧，係心血鑄造啊嘅一啲民族工業，同埋文化產業嚟。天一電影公司啊，你睇周旋啊，嗰啲明星啊，舒適啊、李麗華啊，呢啲星光熠熠啊。咁咧，你係入到去，你睇呢個嗰陣時睇一套叫做《馬路天使》啊個電影啊，雖然呢部主題係左翼，但係你睇到前邊一集蒙太奇啊。係嗰陣時民國時代嘅上海，哇！嗰啲燈紅酒綠啊，同埋嗰啲霓虹燈、大世界遊樂場啊，白金龍香煙啊，呢個外灘啊，十里洋場啊，你都睇到嗰個勢啊，嗰啲張愛玲啊、胡蘭成啊，仲有呢啲好多呢啲名作家老。即係意思即係就好多人物啦。係啊，你睇過即係到好似我哋喺70年代初。行過香港一間酒樓，我哋睇到咧兩邊個報紙攤啊，個報攤你都睇到一個時勢。嗰陣時英文刊物《Time Newsweek》，中文刊物《良友》、《明報月刊》、《中華月報》。70年代然後就係叫做娛樂雜誌，都幾廿種。明周、清新、翡翠。你仲有報紙。華僑一個報紙攤真係唔夠擺嘅，仲要擺到嗰時400零萬人口，一個報紙攤仲有嗰啲咁嘅婦女雜誌、婦女與家庭，呢個仲有姊妹同埋咧打開啲報紙咧，裏邊嗰啲副刊、專欄小說，嗰啲報紙係數以十計，每張報紙咧起碼20個專欄。副刊先至犀利啊！張報紙大家連到。淨係武俠小說呢個除咗梁羽生金庸仲有咧，你睇埋呢個台灣嘅諸葛青雲、鵝龍生、古龍仲有呢啲慕容美武陵潮子哇！呢個咧即係仲有一位叫高峰呢啲咧風雨樓主哇幾人啲租書檔你嗰度咧。灣仔好多啦，梅江酒家後邊你就望落去嗰啲武俠小說幾難幾個書架，呢啲叫細。